大家好，呢度係開運研究院頻道，歡迎大家睇片。師姐蛇年過後，2026馬年來臨，好多網友問今年邊個生肖工作運最旺，邊個要步步為營，小心工作，邊個可以大膽創業。今日可唔可以一次過講晒12生肖？當然可以。2026年係丙午蛇年，太陽、紫微、龍德、八座、六合五大吉星齊出，但同時亦有小耗、災煞、暗伏財運好唔好？唔係淨係睇命，仲要識得開運，識做人。今日我哋就由鼠講到豬，逐個生肖拆解，點樣避是非、旺貴人、穩住財富，甚至一舉升職加薪。仲講埋點樣用開運風水小物品同辦公室佈局，記得睇到最後。聽講鼠仔今年壓力超大，真係要打爛門牙同血吞。係啊，2026年對於鼠人嚟講真係壓力山大。老闆成日催再快啲啦，點解又出錯？你做到七勞八傷都被批評。茶水間一入去，似入咗氣棚，人人講是非，你出句聲都可能被當搞風搞雨。但係關鍵嚟啦，今年流年宜靜不宜動，千祈唔好衝動辭職、轉行轉職，否則容易越變越差。我有個鼠老友，佢係之前記馬年成日屎黑鑊，但係佢唔嘈唔鬧，默默做到最好。到年尾，老闆自己發現佢係團隊最可靠，仲主動加人工。開運貼士：辦公台擺金蟾蜍，聚財穩心。返工著深藍或者白色衫，增強沉穩氣場，減少被針對機會。記住，忍一時風平浪靜，退一步海闊天空財係忍出嚟㗎。金牛牛今年係咪可以搏一鋪？唔係搏，係等。上半年重點係打穩地基，唔好急住跳槽亂接新 project。貴人運好強，但係佢哋要見到你靠得住先會出手幫你。等到秋天先係你大展拳腳嘅黃金時期，升職分紅外派機會都可能嚟敲門。行動建議：趁上半年多學新技能，整理過往成果。貴人問你做過 XXXX 未？你可以即刻遞上 portfolio，咁就穩入升遷名單。貼士：由春天開始，每3個月做一次工作成果清單，唔單止備戰年終 review， 仲令貴人記住你貢獻。辦公台擺一套綠地錢，提升增加財運機會。或者虎仔平時咁直率，今年要吞聲忍氣。唔係吞聲，係智慧選擇。你講真話，人哋當你挑釁；你提意見，人哋話你搞對抗。辦公室氣氛似火藥庫，一粒火星就爆炸。但好消息係年終會有位神秘大佬出手幫你，前提係你唔參與八卦，唔落井下石。實用技巧：開會嘅時候唔好第一個反對，先點頭聽完再用我建議試下另一個角度方式表達，既專業又唔得罪人。少啲 comment， 多啲 deliver， 自然平安過關，財運穩手。辦公台適宜擺一隻玉豬。生肖兔合作生財，勤力先有回報。兔兔2026年係努力就有回報嘅一年，尤其如果你有異性合作夥伴，唔係叫你搞辦公室戀情啊，無論係同事定客戶，對方都會助你事半功倍。但切記唔好走捷徑，唔好玩小聰明。之前我有個兔仔 friend 流年行衰運，本來想扮忙瞓多2粒鐘，結果進度拖慢，差啲失晒 credit。後來佢腳踏實地，日日準時交工，仲幫 team 優化流程，年尾直接升做 project lead。開運小物帶隻肉狗仔，贈人緣或者放富貴竹喺 desk 旺合作，助你吸引正向資源。龍人咁強，今年唔可以大展拳腳。可以，但要揀對時機。今年有小人搞小動作，但八座吉星高照，關鍵時刻總有人拉你一把，可能係 HR 幫你澄清誤會，或者客戶公開讚你專業。但你要記住，唔好主動搞事，唔好提改革。你以為你係救世主，公司唔一定 ready。穩住本分，做好手頭工，自然有人睇到你價值。實戰建議：想推新點子，先寫份小試牛刀方案，用數據證實可行，再私下同上司傾下，成功率高好多。適宜佩戴一條紅手繩。生肖蛇，太陽高照，貴人滿途。蛇今年真係天選打工人，太陽入命，工作順利度，好似開咗外掛，老闆欣賞你，同事配合你，客戶信任你，連平時陰陰濕濕嘅小人都被貴人壓住。
但係提醒順境更加要謙虛，唔好因為太得意就話呢 part 我最叻，反而招人妒忌。適當 credit 團隊，你會更受歡迎。節慶彩蛋，帶一隻玉猴助你，全年貴人不斷，談判順利，財源滾滾。生肖馬守成為上，平安係福。馬仔今年口號就係4個字：忍讓穩藏你野心大。好，但2026唔係爆發年，一句冇心說話可能被當挑戰權威，一次主動請先可能被當搶功。貴人係有，但佢哋要見到你誠懇可靠，唔搞事先會出手。目標只有一個，平安過關，處力待發，升職等2027啦。心理調節，每星期留半日 disconnect time， 關電話，唔睇 email， 避免 burnout。辦公台擺一隻麒麟，增加正能量。生肖羊六合臨門，大展拳腳。羊今年係爆發年，六合吉星到，只要你敢做肯做，升職加薪真係揾你。但記住，能力越強，眼紅越多。開運師姐教你3招：一爬低調做人，唔好日日 post 加班照；二碰高調成果，定期匯報用數據說話；三處轉米白色或淺粉衫返工，增強親和力。試過開運，拎個米白手袋，內袋放個風水飾物小葫蘆，寓意福祿相傳，貴人自動嚟敲門。生肖猴多勞少得，處力為先。金口仔今年做極都冇 credit， 可能係，但唔好灰心。今年重點係養精蓄銳，專注本職，唔好亂接爛攤子。八座星暗示，學新技能就係你出年翻身關鍵。行動建議報個 AI course， 學 project management， 默默增值。2027年就輪到你發威，每月定一個學習小目標，完成就獎勵自己一杯靚咖啡，保持動力。辦公台擺一個小葫蘆。生肖雞穩中求進，專業為王。雞仔今年工作運平中大旺，可能有啲誤會流言，但貴人會幫你澄清。咁重點係用實力去說話，你講得專業，顯示越專業，人哋越唔敢亂話你。學生雞注意，今年師長特別欣賞你，多問多做，機會自然嚟。防小人招，手機 wallpaper 用金色或者銀色，咁象指權威與保護，流言難近身。辦公台宜擺一隻貔貅。生肖狗將星加持，默默發光。狗仔今年係實力派贏家，將星坐鎮，你唔使搶鏡，成果自然惹人注目，工作量大，係但每份努力都算數，老闆會睇住你，重要 project 升遷名單都有你份。學生狗初期功課會辛苦啲，但係堅持落去，成績一定追得上。正能量法，每日開工前心中默念：我今日嘅付出一定有人睇到，提升內在信念。佩戴一隻玉兔，對工作運、功課運都有幫助。豬真係可以創業。係指微龍德雙吉星，全年最旺生肖，工作上得到上司賞識，貴人主動幫忙，轉職擴張、接新生意，通通可以考慮。但係提醒唔好過勞，你太投入工作，可能忽略健康。學識 say no， 分配任務，保持效率同生活平衡。招財佈局，辦公台左上角青龍位放一條小金龍，小金元寶，助旺財運事業雙收。師姐，點解開運用品一定要開光？你曾經買過水晶、葫蘆、招財六帝錢、本命佛，但戴咗一陣，卻感覺冇乜嘢效果。其實關鍵就在於有冇經過開光儀式。開光唔係俾東西變靈，而係啟動佢嘅能量場。喺傳統民族同道家文化中，開光係一種莊嚴嘅儀式，透過誦經、淨壇、點睛等步驟，俾開運物品同天地正氣連結，真正發揮招福、化煞、旺財、護身嘅作用。冇開光嘅物品就好似一台冇開機嘅手機，功能都在，但係冇通電，冇法使用。你買嘅係工藝品，開光後先至真正成為你嘅開運法器。特別提醒，開光請揾有正統傳承或口碑良好嘅廟宇師傅。開光之後要誠心佩戴或者擺放，保持恭敬同整潔。唔好隨便喺網路上自稱開光卻冇儀式依據嘅商品，亦都唔好將開運物隨意丟棄、踩踏、借人，尤其貼身佩戴類。記住，開光唔係迷信，而係對天地能量嘅尊重，亦都係對自己願望嘅誠意。只要心正行善，配合開運法器，2026年嘅好運一定會嚟敲你屋企門。我哋師承國際知名風水大師白學明師傅。
專注運用正宗玄空飛星、易經等傳統風水智慧，幫大家趨吉避凶，提升事業，穩固財運，增強人緣。本頻道所有內容純屬風水文化知識分享同開運觀念交流，唔涉及任何投資、理財、金融建議。想聯絡我哋可以參考以下資料。WhatsApp 98383838，微信8529838338，訂閱開啟小鈴鐺，好運資訊不漏接。跟住開運師姐師弟一齊了解2026蛇年12生肖運勢、家居辦公室旺財佈局、開運物品正確使用方式，點樣借助傳統智慧提升生活能量，俾風水成為你生活嘅助力，而唔係迷信。用智慧迎接屬於你嘅豐盛之年。開運師姐師弟陪你順風順水過2026。